恭喜哦！听说您要当阿公啦，恭喜哦！堂公我要做阿公诶，恭喜哦！堂公我要做阿公诶。是啊，你看这张相片漂亮吗？哇，实在漂亮啊！两夫妻很登对，长长久久大富贵。嘿呀，你看那张相片有奖冇？哇，实在很奖哦！两公婆按定对，长长久久大富贵。嘿呀，你看那张相片有奖冇？哇，实在很奖哦！两公婆按定对，长长久久大富贵。请问今天有什么要帮忙的吗？请问今晡日有乜嘅愛聽書嘅麼？請問今晡日有乜嘅愛聽書嘅麼？哦，我想要借钱盖一栋新房子给孩子，今天要来办理贷款。我想要借钱去一间新屋搬生日呢，今晡日我来辦理貸款。我想要借錢去一間新屋搬生日呢，今晡日我來辦理貸款。那就是抵押權設定，確實如此。人講，這就是抵押權設定，確實係咁樣。人講啊，這就是抵押權設定，確實係咁樣。人講啊，高山看日頭，矮山看門樓。建房子是很好的事情，高山看日頭，矮山看門樓。去一間屋嘅係當好嘅事情啊！高山看日頭，矮山看門樓。去一間屋嘅係當好嘅事情啊！請問是向銀行借貸，還是向私人借款？請問係愛同銀行貸款，也係同私人借錢？請問係愛同銀行貸款，也係同私人借錢？是向銀行借款，愛同銀行借款，愛同銀行借款。銀行已經替您將抵押權設定申請書做好了嗎？銀行同那個抵押權設定申請書做好嗎？銀行同那個抵押權設定申請書做好嗎？哦，做好了，我有準備。做好了，我有準備。好。做好了，我有準備。好，我需要與您核對抵押權設定申請書。我同核對抵押權設定申請書。我同核對抵押權設定申請書。麻煩請您提供身份證和印章。麻煩請提供身份證同印呢。麻煩請提供身份證同印呢。哦，這些是我準備的證件。好的，請稍等。哎呀，就係我準備嘅證件。好，請等一下。哎呀，就係我準備嘅證件。好，請等一下。您馬上要做阿公了，心情一定很好。唔是就會做阿公誒，心情聽出當好。唔是就會做阿公誒，心情聽出當好。現在小孩都有自己的想法，哎，也下嘅生日呢都有自己嘅想法，哎，也下嘅生日呢都有自己嘅想法。古人說，生子生，無生子心，就是這樣。人講公子生，無公子心，就會咁樣。人講公子生，無公子心，就會咁樣。只要他們開心，我也就開心了。做佢哋歡喜，我咪歡喜；做佢哋歡喜，我咪歡喜。是的，您的小孩很優秀。係呀，我生日呢哦，當優秀。係呀，我生日呢哦，當優秀。阿公，我這邊幫您收件完成。阿公，我也會同蘇後簽呢。阿公，我也會同蘇後簽呢。審核確認後，會通知您來領取他項權利證明書。審核後勢，就會通知您來領他項權利證明書。審核後勢，就會通知您來領他項權利證明書。這樣手續就完成了。哎喲，蘇秀出完成呢！哎喲，蘇秀出完成呢！好的，真是謝謝你哦。好，實在同感謝你哦。實在同感謝你哦。